首先係物業入嚟嘅大門，旁邊係飯廳，可以擺個4人飯台，有櫥櫃，亦有對流窗。廚房係梗廚，有爐頭、抽油煙機、櫥櫃，對住就係附近嘅內園。客廳一邊可以放電視櫃，另一邊可以放梳化啦。對住係附近內園嘅景觀。洗手間係名廁，企缸設計，方便淋浴。第一個房間做咗入牆、床同埋呢個衣櫃，仲有書台。對住就係附近嘅山景。第二個房間都幾闊大，放完雙人床就位置放衣櫃，對住亦係內園嘅景觀。主人套廁亦係名廁，企缸設計，方便淋浴。主人套房非常闊大，可以做到3邊落床。窗外嘅景觀亦係對住內園。